来看中国快艇并船造成2个人死亡。针对这件代志，海巡署昨暝是搁再和中国迄边的代表谈判，希望会当找出共识。有风声讲，中国要求海巡署要用书面的方式公开回失礼，付违金要人民币140万。中国国台办今仔日开记者会，唔来要求海巡署公布真相，也点名海委会主委关碧玲要伊承担后果。 中国快艇并船的案件，伫咧前一天，海巡署甲中国代表团进行点化证的闭门谈判了，预备继续第10遍的协商。讨论的重点依然伫咧追究责任，要求海巡署道歉，即马慢慢有共识。根据了解，中国方面要求的公开道歉，可能改做书面道歉。付违金的部分已经谈到人民币差不多140万，希望可加上一寡补偿。 我们严正要求台方尽快公布事实真相，严惩相关责任人，向遇难者家属道歉。我们将坚决维护同胞的合法权益，绝不允许此类事件再度发生。大陆方面保留采取一切措施的权利，一切后果由台湾承担。中国国台办点名海委会主委关碧玲，严肃批评南方到即马拢无公布真相，加表达道歉。 因过当媒体连续追问讲，这3架船是毋是代志发生的原因，要安怎加强执法？朱凤莲是无正面的回应，只敢讲这几年来已经采取各种措施管理渔民出海作业。海巡同仁在执法的时候，知道自己也是在搏命，绝对不可能说我们的船比他小的情况下，我们的同仁会想要去撞。从事件发生以后，我也特别指示，一定是冷静理智来进行我们常态性的巡捕，海巡不会挑衅。面对中国的海上行动，关碧玲强调，海巡会冷静应对。伊若立即一个金厦海峡巡采，福建海警船已经镇压包括大型的船舰，其中有2台更加是撞到咱的禁制水域。金门海巡队有派艇办航，并且用成功效果加广播提醒对方已经越界，要求离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